醫管局檢討緊婦產科服務，負責嘅委員會主席張德康話：公立醫院有空間接收單非孕婦。政府喺舊年提出多項措施改善將軍澳堆填區嘅污染問題，但係居民話問題仲未解決㗎。南韓總理鄭控元為海難引咎辭職，分析就認為係為咗暫時平息民憤。講下黃德南詳細嘅內容。對於有建議容許公立醫院恢復接收單非孕婦預約生仔，有份檢討婦產科服務嘅醫管局婦產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張德康認為，有空間每年接收大約2000幾個嘅單非孕婦，但相信當局仲有政治同埋社會等嘅因素要考慮。公立醫院舊年接收孕婦生仔大幅減少到37000幾宗，係過去10年最低。有份檢討公立醫院每年婦產科容量嘅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張德康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嗰度話，由醫院嘅角度恢復接收部分單非嘅孕婦，唔會影響產科服務嘅安全性。如果講緊2-3千個服務嘅單非喺醫院生嘅話咧，即係如果咁多間醫院平均翻咗一年係講緊200-300個，咁一日都係講緊一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個工作量唔會話突然間會影響好大咯。佢相信當局最終係咪咁做，會考慮埋政治同埋社會因素，但係認為整體嘅好處多過壞處。會唔會政府做咗呢樣嘢，會個民望會升啊，會跌啊？我諗嗰個考慮可能比醫療嗰個考慮更加大啦。如果單非係醫管局去分娩，佢係俾翻個成本價，佢冇攞到你香港人嘅福利，佢俾翻個成本價醫管局，醫管局可以有呢筆錢去好咁運用，去改善一啲嘅器材啊，去俾醫生護士有培訓啊，其實間接地香港人都受惠嘅。委員會今個星期會開會檢討婦產科嘅工作量。張德康話：如果當局決定重收單非，應該盡快公佈，以便孕婦預約出年嘅床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重申，政府嘅原則係本地孕婦嘅服務唔受到影響。除咗淨係正常分娩嘅產科服務之外咧，我哋婦產科嚟講咧，其實喺另外一方面，都會係即係遇到一啲係服務上邊咧嗰個服務量嘅增加嘅。現在嚟講咧，專科門診啊各方面嘅服務咧都有待改善嘅。咁呢啲種種嘅因素，我哋都要認真嘅考慮。暫時咧，我唔可以講到我哋有任何嘅結論，或者有任何嘅傾向嘅。佢話醫管局未有就相關議題提交建議。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為咗爭取將軍澳居民支持擴建堆填區，政府喺舊年就提出改善通去堆填區主要道路嘅污染問題。不過就有居民同埋區議員都話污染嘅問題仲未解決㗎。環保大道係通往將軍澳堆填區必經之路，區內有公司同埋住宅，因為咁每日出入嘅車相當多，唔少泥頭車都冇冚好貨斗。即使係有裝布棚，有啲都未能夠完全密封。沙塵揚起，水龍頭由紅變黑，巴士站嘅指示板都睇唔清楚。環保署聯同警務處同食環署，舊年8月起加強打擊未有冚好貨斗同埋滴漏污水嘅車，發出過百宗警告同埋傳票。當局亦都由舊年7月起，將由堆填區入口到坑口迴旋處一段環保大道嘅清洗次數增加到每日10次。不過附近居民質疑效用。我自己覺得冇用嘅，因為你冇可能咧係洗到蓋過晒所有啲污泥咯。因為你洗咗，好快已經冇咗作用，又第二批車嚟嘅經過啦。咁所以咧泥塵係好犀利啊，呼吸道感染得好緊要。上次都試過成架車咧，搞到自架車都臭晒，要佢洗。係咪洗得好密啊？要啊，係啊。有區議員認為應該分階段封路，徹底咁做清洗。佢行人路亦都要安排一啲清潔工人掃翻啲沙石，同埋咧將佢嗰啲洗街車嘅設備改善啦。譬如可能我哋有啲電動嘅吸塵機嚇，沿係住行車路嘅兩邊，特別近坑渠位咧，就唔係咧而家咧就有啲咧係劈咗之後咧就倒翻去我哋嗰啲植物嗰度附近。咁你見到呢啲植物咧就一路好似咧塵搭塵咁樣，所以佢哋呼吸唔到，就好快死咗。環保署話，除咗洗街之外，佢哋每日都會用水槍清洗環保大道部分嘅路邊花槽㗎。
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道。咁對於政府未有全面公開南丫海難報告，有家屬就話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由信任變成失望，質疑當局係包庇海事處。對於海事處要負責任嘅跟進，我諗佢真係令我失望啦。呢一個而家咁簡短嘅報告，唔好聽講一句，佢只係答一個必要的沉默嘅問題，係早前考試局提出嚟嘅。咁我相信佢就會攞好高分嚟呢個 report。但係要同家屬交代事件嘅發生過程，邊個人要負責任？唔好意思，我諗係一個0分咯。包庇海事處高層就一定係㗎啦，即係我諗呢個報告完全因為冇公信力㗎。我諗俾著任何一個人睇都唔覺得唔應該咁樣同家屬交代。禮拜一咧。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就話，刑事檢控專員星期一會去到立法會解釋唔公開報告內容嘅法律依據。下個月15號亦都會同家屬嘅代表會面。南韓客輪歲月號沉沒嘅事故已經造成188人死亡，100幾人仍然係失蹤。惡劣嘅天氣阻礙搜救。總理鄭控元就事故引咎辭職，而總統朴槿惠接納佢嘅請辭，但就未知係咪會重組內閣。咁先睇下鄭控元見記者嘅時候點樣講。鄭控元召開記者會，以請辭回應外界對政府應對沉船事故不力嘅批評。생각이었습니다. 佢又話一早已經考慮過辭職，但認為應該以協調搜救為先。不過而家如果再堅守總理位置，只會加重政府負擔，所以決定辭職。佢話喺今次事故入邊睇到好多安全漏洞同埋救援等方面嘅問題，應該借今次事件糾正所有錯誤，以防悲劇再次發生。總統朴槿惠已經批准鄭控元請辭，但政府首要任務係處理海難，所以會喺完成搜索工作之後先至受理。鄭控元喺沉船之後曾經到現場視察，但俾失蹤者家屬喝倒彩同埋掟水樽，抗議政府搜救進度緩慢。而搜索工作就一度因為強風暫停，預料未來幾日天氣不穩，可能會阻礙搜索進度。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今次鄭控元辭職，有分析就認為係為咗暫時平息民憤，等事故善後工作完成，總統朴槿惠就會改組內閣，以糾正海難揭露嘅弊病。 이번 사고를 보면서 우리 사회 곳곳에 오랫동안 이어져 온 다양한 비리와 잘못된 관행들이 너무도 많다는 사실을 鄭控元所講嘅弊病喺海難發生之後，一一由傳媒揭露。例如船員冇受應急訓練，導致海難發生之後，船員冇指揮乘客撤離，反而自己率先棄船逃生。載客載貨嘅監管亦都唔完善。 事發時，船上貨物超過3000噸，超過法例規定重量嘅3倍半。整理乘客資料嘅制度更加沿用咗近20年都冇更新，令當局難以掌握乘客嘅資料，導致事故發生時統計失蹤獲救人數出錯。總統朴槿惠探訪失蹤者家屬時話過，會嚴懲失職嘅公務員，以糾正呢啲弊病。 有分析話，咁樣顯示朴槿惠有意改組內閣。事實上，為咗解決政治危機，改組內閣係南韓慣用嘅手法。不過現時海難中仍然有100幾人失蹤，有必要先俾有關部門嘅首長緊守崗位，處理好善後工作。預料要等到6月地方選舉之後，先可以改組內閣。 目前為咗平息民憤，就先俾鄭控元引咎辭職。但有分析話，南韓政府嘅行政權係喺總統手上，總理並冇太大實權，所以鄭控元辭職係象徵意義居多。不過海難已經激起南韓民眾嘅憤怒，有評論就認為6月嘅地方選舉將會成為選民對朴槿惠政府表達不滿嘅機會。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而家先休息一陣，返嚟仲會報道。 有客貨車司機發起慢駛，抗議現行嘅法例有漏洞，令到司機容易誤墮法網。
教宗方濟各為已故嘅教宗若望23世同埋若望保祿2世舉行封聖嘅儀式。21世紀嘅好男人有硬實力，渾身上下散發安全感；有軟實力，親力親為，施展親和力。極品好男仲有一雙巧手，入廚有翻2道散手。想握住呢對筍盤，記得留意。好男人好料理，星期6晚7點半，高清翡翠台。Thank you, Lydia. Thank you, Jonathan. Thank you, Michelle. 多謝你俾我陪喺你身邊。香港獅王40年，感激有你。冇晒啲汗味，冇晒啲汗味，冇晒啲汗味。納米樂洗衣液嘅超高濃度配方，令污漬同汗味都冇得留低，用一小蓋就洗晒成機衫，潔白蜜語納米樂洗衣液。亞健康嘅小問題，隨時會令人面臨危險，想輕鬆應付？你需要善存，善存含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帶嚟7大健康益處，持續穩固好體質。善存助你挑戰亞健康。全球最壯觀嘅水上匯演《水舞間》只在澳門新濠天地。現凡購買即日到6月30號水舞間門券，可獲免費升級。買 C 區升級到 B 區，買 B 區升級到 A 區，折扣可慳高達200蚊。立即致電800-900-783，水舞間只在澳門新濠天地。想寶寶咁活潑開心，就要有健康嘅肚仔。我哋揀雀巢金裝能恩奶粉，佢嘅 OptiPro 配方特別加入經水解100% 乳清蛋白，容易消化吸收，呵護寶寶幼嫩嘅腸道。雀巢金裝能恩，肚仔 happy， 寶寶更 happy。雀巢嬰幼兒配方奶粉全球銷量第一。喺法國男仔讀書攞到第一，其實真係好多人戥我開心㗎。但係我覺得真正嘅優越係我對烹飪嗰份熱誠。就算用簡簡單單嘅食材，都可以令人人食得好開心。最緊要唔好嘥啊嘛。Alfina Chan 一個走入社區嘅大廚，佢揀恒生，因為大家都相信優越係以熱誠為本，所以我哋用心了解你嘅需要，令你盡享優越嘅理財服務。Prestige 優越理財。想唔化妝都有櫻花般粉嫩肌膚，英之戀頂級修護精華原液系列，提供修護、保濕、緊緻、去皺、美白5大功效。而家購買仲可以享有2件75折優惠，屈臣氏獨家發售。英之戀。我做節目我就主持都要講好多嘢㗎，點可以有口氣嘅？用獅王潔白牙膏唔單止令我口氣之身，啲牙仲白雪雪添。聽唔聽到啊？獅王潔白牙膏，尖得乾淨，尖得柔軟，尖得舒服。色齒味嘅尖頭刷毛，刷得乾淨仲好舒服添。獅王色齒味刷。洛杉磯，現在嘅時間係上午6點43分。國際報時係由瑞士天梭標贊助播出。翻嚟新聞時間，有客貨車司機工會發起慢駛行動，抗議現行嘅法例存在漏洞，導致客貨車司機容易誤墮法網。物流業及貨櫃車司機工會慢駛到政府總部請願，還我行業生存空間，還我行業生存空間。佢哋話現行法例規定客貨車只係能夠收錢載貨，唔能夠運載行李或者係單純載客，但係就冇清楚界定貨物同埋行李嘅定義，導致司機容易觸犯法例。一個乘客佢可能有幾袋嘅紅白藍袋咁樣啊嚇，咁其實可能個的士個尾箱或者擺埋